再来看云林县65岁以上的长辈达到总人口数的18.7%。厝内底闹失智的长辈者上惊早判给呢，所以云林县政府甲科技公司合作研发着科技的香火袋啊。除了戴这个平安符之外，佫有定位系统的感应器，透过卫星的定位，真紧就会当找到人。而且这个定位器用香火袋啊戴起来，老大人嘛较愿意挂伫个身躯顶。阿嬷这时经入去大排水沟，原形赶紧去甲救。这个阿公嘛是失智，两只脚倒伫公园的涂骹一直窜。起来一下。要这个80多岁阿公赛车要去做事，弄到电火条啊！所以渔民老人受困啊。时段若发生意外，第一时间也无人发现，赶紧甲解救，真有可能有更较严重的伤害。云林县内65岁以上的老大人有够济，达到总人口数的18.7%，估计5年内会超过20%。为了保护这个时代，县政府甲科技公司、电信公司合作。做科技的护身符，除了有平安符以外，还有定位系统的感应器，透过卫星的定位，老大人挂咧，出来人就使用通讯软体，知讲伊人伫倒位，若有发生危险，佫会使求救。来监测我们长者前辈有没有走失，有没有离开，除了云林县之外，到其他县市去，我们一样用 GPS 定位，都可以快速找到。感应器用护身符包咧，会使增加这时代挂咧意愿。目前有做1000个免费提供予斗六市65岁以上的时代新办，中期12号甲独机的时代唔免月租费，希望讲会使有保护这个时代后果。